阿明，你先去冰所躺下，再去冰所坐下，报名冰所间房。一下呢，你要先来冰所门口，要同门口嘅垃圾啊，含个尘灰扫清来。含个呢，不用在嘅下背，要记得晒走来冰所。你规只门口开起来就会动清理，你新嘅一年咪会有好运气哦。好啊，我准备扫把，我扫一个地方，给就去车太门口诶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你看，太门也位哦，动到人出出入入，哦，也位动垃圾又动到个啥诶？错噶，故所挨到要天气来整理，对挨到嘅屁股咪下好。系啊，阿家下太门整理都用办，咱问天子所听听呢，有需要挨天子的地方冇？呀哈唔是啊，挨啲整理以前啊，有上网查资料。哦，有上网查资料哦。你啊，天子所嘅整理有乜嘅注意嘅地方冇？就总唔得，名到水、酒精也系清洁剂，要用皂布来出，希望一个人天可能会坏脱。错噶，有大部分嘅天子产品哦，都已经水。还有啊，要检查一个天池有天冇，迄个冇天，要日日攞几本下来。原来安样哦，真有动到地方要注意呢。系啊，冇错。好，今日就继续。好。呀，这地方用看起来按欧洲啊，像迄金钱饮料洒出来冇冰收呢。歹势，以前去挨呢。我上班我生意老饮料fon体我喺副上班啦，故所就唔記得錢。下禮拜會記得啦，一種濕濕黏黏嘅東西冇變數，時間一久就會想衝起來呢。今日一下出嚟錢。等一下，先同逐步裝濕來，將佢出機，爆米登記走，安尼就會動強烈。好，嘅我先落去用逐步，唔等可能有哪位我清潔嘅地方。好。做个地方都变so好诶。系啊，真嘅係辛苦诶。很巧哟。等下你看，你嘅海葵帶下你過嚟看，有一個糊糊嘅東西，係個東西嘅蟲嘅呢。唔是驚，我嚟處理。那很勇敢哦。很強哦，遇到蟲嘅都唔會驚，唔過人不開用辦，因為條那麼。因為塵灰，因為蟲係風柴哥嘅嘛，還有蟲蟲危機。唔是講啦，佢蟲係按細隻，按太隻，唔是講佢。真見到人比佢行得太重度批，不過係撈到一種蟲啊，都會細拉嚟種呢，冇想到你唔會驚。我閒些時間每天數牙把做個辣劇呢，也同細拉閒些細妹冇乜嘅相關啦。那三年都有自家講嘅東西啊。冇唔錯，真嘅安尼哦。等一下，冰所後門口還有海葵，根本嘅太冰所就差唔多做得結束咧。係啊，跟先攞垃圾分類，再拿去搭配。旁邊要記得寫數，安尼，今日嘅太平所就完成嘞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下一步。